好多人好奇問，同年同月同日同時出生，同一位父母，點解性格性情完全唔一樣？我哋今日講下李家鼎、李永漢。李家鼎有兩個仔，雙胞胎，一個係李永漢，一個係李永豪。母親思明因為病而過身。李永漢就話：媽媽唔想見到李永豪老婆，婆媳嘅問題，所以思明去世10日，李永漢先公開母親逝世嘅消息。鼎爺同埋李永豪唔知情，覺得非常之憤怒同埋悲痛，覺得唔可以見到母親最後一面。李永漢現年46歲，兩夫婦都冇正職嘅工作，每個月向鼎爺索取5萬元嘅生活費。鼎爺現年80歲，聲稱喺 TVB 唔再續約，當時念住照顧3個孫仔同埋前妻嘅份上，先會俾金錢支付。李永漢唔單止冇感恩，仲話鼎爺講好咗嘅200萬冇俾到。仲有新聞拍攝到李永漢老婆自己去買 Chanel 手袋。點解同年同月同日同時出生，兩兄弟嘅性格可以唔一樣嘅？我哋根據八字、面相，佢哋嘅個人經驗經歷去分析一下。八字辛金日元，地支自月，夏天出世，比肩劫財旺，比劫為忌，兄弟唔得力。劫財旺嘅人心存僥倖，對於錢係非常敏感，凡係同自己利益冇關就毫不關心，個性比較倔強，目中無人，非常之堅持己見，達唔到目的咧就絕不罷休。點解大家都係使錢？點解李永漢同李永豪使錢方式係咁唔一樣呢？李永漢新手咧就問爸爸鼎爺攞錢，每個月5萬蚊，因為佢有3個仔。偏財為用神，偏財喺日元，中意使錢，中意花大錢，個性慷慨。另一半咧係有助力嘅。李永漢嘅太太助攻問鼎爺攞錢，咁算唔算係助力？因為佢哋真係得到錢，不過就向父親獲取金錢。李永豪太太佢哋一齊去做生意，李永豪同鼎爺一齊合作賣湯包，同樣係問鼎爺攞錢，但係佢哋就會用呢啲錢去賺錢，因為偏財係屬於生意嘅錢，浮動嘅錢，唔穩定嘅錢，可以係時大時小，咁所以偏財用喺做生意咧，為用神咧係非常之適合嘅。但係你見到佢哋兩個人嘅八字一樣係比肩劫財為忌，兩個人係唔適合兄弟合作。佢哋兩個合作做生意咧，係一定會拆夥，係唔可以兩兄弟夾份做生意嘅。兩兄弟夾份做生意係賺唔到錢嘅。李永漢咧就伸手問爸爸攞錢，偏財咧成日使大錢嘅，配合埋劫財咧就理財唔恰當，成日都覺得唔夠錢使。李永豪嘅爸爸啦合作湯包做生意，我相信咧亦都得到父親嘅資助，但係佢用呢啲錢嚟去做生意咧，偏財為用，結婚嘅另一半咧有助力。李永豪使錢咧喺電單車、跑車上面，呢啲興趣娛樂都係高消費嘅投資。同樣係使錢，佢係 work hard play hard，喺電單車投放好多嘅時間同埋金錢上面，然後能夠腳踏實地、按部就班咁工作。因為咧鼎爺都支持佢咁樣做。李永漢咧曾經喺政治參政啦，但係落選，競爭太激烈，比肩劫財反映競爭對手激烈。佢正官咧為喜神，所以佢其實係適合從政嘅，因為佢做嘢光明磊落啦，心服務，重視紀律守法，都認真負責。佢用呢個個性咧喺工作上面咧，其實係適合從政嘅。喺政治政壇上面咧，為精喺度鬧交或者喺度辯論嘅時候，佢嘅言辭鬥氣，感情用事，唔夠理性去表達，亦都唔能夠得民心而落選。因為用政官咧，必須要客觀，必須係理性，必須係光明磊落。佢嘅辯論言辭就會精話佢竟然用15000蚊定係1500蚊去定義年青人嘅收入，聽落係唔夠利他，唔能夠幫年青人去解決佢哋嘅問題，所以就落選啦。另一方面，李永浩咧做生意喺 TVB 度愛回家拍戲，愛回家嘅角色咧係咖啡廳嘅角色。雖然呢個角色咧名副其實咧係啲小嘅角色，但佢冇放棄到，仍然深入民心。佢做緊呢樣嘢咧係按部就班嘅，亦都發揮咗財星嘅用神。長腳蟹咧係非常之 friend 嘅，因為偏財係代表女性朋友，女性朋友咧係對佢有助力嘅。佢只要同一啲女性朋友咧感情好咧，佢嘅財運啦、事業運咧都係得以發展、得以發揮。一個係直接提供金錢資助，或者俾地方佢住。
一個咧就係提供金錢打本做生意。喺面上嚟講咧，個鼻咧係睇理財嘅態度。我哋睇下李永豪個鼻，李永豪個鼻咧山根好高，鼻頭鼻翼隆起。40歲至49歲呢個期間嘅運勢、財務穩健、投資得利，生意越做越好，亦都越嚟越有自信。因為鼻梁高代表有自信。有自信係咩啊？你做嘢方面咧嘅成功機會、驗證機會高，你就會一路做落去，亦都唔會太過感情用事，唔會太過受人哋影響。鼻翼兩側隆起飽滿，代表儲錢好、理財有道，亦都守得住財富。鼻翼啦，亦都代表行動力同埋人際關係。佢鼻翼隆起，佢喺職場上面有較強嘅企圖心同埋領導能力，可以得到貴人嘅幫助。咁我哋睇下李永漢嘅鼻翼同埋財務。李永漢嘅鼻咧就夠立體，鼻翼唔明顯，鼻孔唔見。鼻孔唔見咧係有錢人富家子弟。李永漢個鼻頭比較尖，唔夠有肉，心機比較重，容易聚財。鼻頭有肉，心腸無毒。可見咧李永漢個鼻頭係冇肉嘅。佢問佢爸爸攞錢咧，佢亦都唔能夠理解同埋體恤爸爸嘅苦心同埋難處。鼻翼窄小冇肉，賺錢比較辛苦，守財比較弱，其實係容易漏財嘅。你見到鼻翼咧比較削嘅，做嘢方面咧魄力唔夠，因為魄力唔夠有機會半途而廢。鼻翼比較薄削，做嘢唔夠魄力。理財方面咧比較弱，亦都理財方面比較難去得到偏財，所以唔夠能力去做生意嘅。李永豪個鼻咧比較適合做生意嘅。我喺八字嚟講咧，李永漢咧就會用咗比肩劫財為忌嘅比率多啲。李永豪咧，佢同樣有比肩劫財，但係佢用咗係俾錢去買賽車，去玩一啲興趣，其實都用大量嘅金錢。跑車咧係好有刺激感啦，好衝勁、好衝動啦。佢將呢啲嘅刺激啊、速度啊用咗喺興趣，用咗喺使錢方面，咁就應驗咗比肩劫財，就唔會去同人哋人際關係衝突，或者同人發生一啲意見不合、口角、競爭、比較嘅心。因為比較嘅心、競爭啊嘛，用咗喺賽車方面。賽車係比賽，係鬥快、鬥贏、鬥速度，全部應驗咗比肩劫財上面。但係如果李永漢冇去玩賽車，冇呢個競爭嘅心喺興趣方面，就用咗喺人際關係，就變咗同人際關係有個衝突、有個較勁，同埋唔聽人講，容易同人衝突啦。因為自我唔聽人勸。肥媽好多人都勸佢唔好咁樣去對頂嘅，佢都係冇聽勸，因為理財不當，亦都因為兄弟緣分疏離。好，我哋睇下眉毛。眉毛咧可以睇兄弟宮，同埋睇一個聚財嘅能力，同埋做事嘅方式。眉毛咧可以睇一個人係咪一個理智嘅人啦。你見到佢哋兩兄弟嘅眉毛咧都係比較疏落嘅，特別喺眉尾比較散。眉尾散嘅人咧心緒不寧，容易浮躁，急於求成，想做大事但力不從心，容易發火、發脾氣，發完脾氣跟住後悔。你見到眉尾散啦，即係理財不當啦，容易花錢。如果大家發現自己眉尾散咧，記得去畫眉，記得去紋眉，因為如果去畫眉或者去紋眉，其實可以改善我哋眉毛嘅運勢，改善人際關係嘅浮躁，增加聚財能力。又講下李永豪，細個1歲嘅時候咧，佢係跌穿個頭嘅，頭破血流，咁啊好痛啦。又經歷過情傷啦，同阿楊思琦一齊9年，但係就分開咗。我哋又講下楊思琦嘅八字。楊思琦嘅八字咧，印星好旺，偏印好旺為忌神。偏印為忌神啦，其實係容易遇到色情嘅災禍嘅。做嘢咧唔夠耐性，虎頭蛇尾，有始無終。你見到佢生第一個女嘅時候，佢遇到嗰個男人咧，都係有始無終嘅。其實係克夫，克夫嘅意思係能力比另一半強。咁佢係港姐、冠軍、資深嘅女藝員，佢喺工作求名利、求財，絕對係比李永豪出色。咁呢種女性係好有責任感嘅，勞心勞力，容易有色情同埋感情之災。因為偏印太重而泄夫，因為印星泄官星嘅緣故，佢係超過3個偏印嘅。印星泄官星嘅緣故，最後佢係自己獨力湊大2個小朋友。好多人都問我，好命係咪一帆風順？
好命係咪冇災冇難就係好命？咁我而家話俾你聽，李榮豪嘅經歷比李榮漢哥哥嘅經歷係坎坷一啲嘅，因為李榮豪細個1歲就跌破頭，好痛流血。佢哋5歲做童星，李榮豪又經歷9年嘅情傷打擊，佢面對父親年紀老邁，佢願意幫父親解決問題，都用咗佢嘅正觀光明磊落。李榮豪弟弟係好有責任感嘅，好有承擔嘅，好可靠嘅。李榮漢就唔係啦，你冇經歷嘅挫折，你唔會覺得幸運係真係幸運，你會覺得幸運係理所當然。當你真係經歷過人生嘅挫折挫敗，你就會體會到原來人世間嘅好同溫暖唔係必然，你就會更加珍惜佢哋，都唔會視為理所當然。而李榮漢有咁多資源，就會變得溫水煮青蛙，因為自己嘅經歷而唔去主動去揾工。所以你話好多嘅資源，好多人愛錫，係咪就等於勝利呢？原來長勝將軍就係我哋面對挫折，智慧先係真正令到我哋無堅不摧，令到我哋永不言敗，令到我哋繼續向前行。鍾意我呢條片記得訂閱、like、follow、share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